我會話呢個世界冇免費嘅午餐嘅，佢個 plan 點做咧？咁我就唔喺度講啦。咁但係問題裏邊咧，大家可以注意下嘅咧，就係可能由大數據方面啦，因為佢都幫你賣廣告，through 佢賣廣告啊嘛，佢資助你係個廣告費啊嘛，咁變相佢會攞到你嗰啲 data 啦，建係。立佢嘅名單啦，完咗個 case 之後，即使可能蝕錢都好啦，佢都至少係賺咗你嘅客戶資料啦，同埋個 case 哦，study。即係好似我咁啦，譬如我當我呢個服務用喺我身上啦嚇，即係 Lori 讀好書咁樣啦，我想 sell 我嘅頻道咁，咁其實意思就係話，因為我 through 佢去賣廣告，就算個廣告費係佢俾都好，咁有機會，因為你要推我啲資料出去噶嘛，咁變相其實你就會攞到我本身嗰班可能係會俾錢嘅 customer 嘅名單。即 Yes。係原來一班人係願意網上俾每個月60,000蚊俾阿 Lori 睇 VIP 嘅咁樣，咁假設呢個群組有5000人，咁其實佢想要呢5000人係咪？可唔可以咁理解？嗯，係可以咁理解，因為但佢其係實實際最想要啲大數據啫嘛。咁就我就做好多前線嘅創業啊、創投嘅工作啦，咁可以分享下我少少嘅經驗嘅。最重要就係我未見過一個成功嘅創業家或者成功嘅生意執行者係會將 sales and marketing 外判，我從來未見過，從來未見過。OK， 一個成功嘅創業家或者一個經營者business operator 一定係將 sales and marketing 自己用自己嘅人事或者直情係佢自己係去做翻㗎。因為正如頭先你哋兩個都分析咗個原因啦，因為始終都係客戶係我哋一路都講係一個人物，OK？你哋係點樣去同客戶建立一個長線細水長流嘅關係？呢個係做生意或者係做任何嘅事情必要嘅一個核心價值嚟嘅。咁